代天地，欢乐相聚，热血弹唱，大雅评比。从今朝开始，我们平台天地要推出私人录的演的节目。对，因为在你平台天地当中，有许多实行的诗，有许多弹性的唱，有许多人生异常的事，有交关多情多义的人。诗对了，歌出一个情字，诗对我充满一个爱字。把你拉进了情感世界。今朝呢，我要请出知名有成人，参来谈谈对城市的感受。陈老师，你好，是你好。今朝请来到平台天地来，除了就是那个艺术风采之外。你为啥请来谈谈那个情感经历，乃至人生感悟？我呢，自家一生当中呢还有很多坎坷啊。但是我觉着自家还是把各种那种情谊啊，浓浓的包围当中成长起来的。所以呢，我经常觉着自家蛮幸福的。石老师，听说你是个仙女。哎呦，仙女是真的称不上呀，因为我觉着啊。奶奶就像我辣浪说唱片辰光有一个叫《明目人》，里向有一句唱片叫“不如仙为仙”啊，对，那么就是讲仙人呢是你中国人的一种深刻的一种传统，是通过一代一代传承传下来的。因为我是从小外婆领导的，我看到我的外婆、我的妈、我的娘舅里头侪是非常仙人动人的。我觉着呢，搿个就是讲，搿个是一种。做人啊，顶顶起码的，对的，是吧？就是讲一个正直，对的。石老师，你从小欢喜平台，那么曾经还是想当一名平台演员呢？其实我不想的，就是讲，做人还是应该讲真话哈，是吧？因为过去还有很多记者们跟我在。陈岩老师啊，你取得点成绩哦，还是因为你热爱平台。我讲我真的不是因为欢喜而唱平台的，是吧？因为为啥呢？这个是有多种原因的啦。其实我的志向是做一个图书馆的。对啊，因为我从小欢喜看书，那么我就想做个图书馆里有，是吧？应该带看书，那么用不着出问题的。但是呢，因为辣辣我13浪向呢，屋里向。出个一桩我终身难忘的事体啊！有一日天呢，我到衡山路我一个
妈妈的好朋友屋里向。因为每个礼拜我会去吃饭吧，里头屋里条件好，每个礼拜日叫我去吃顿饭。那么，就算我坐了海子啊，那个好朋友的妈妈，93的，你突然跟我讲，你讲阿来啊，你讲三毛对你好，三毛是我爸爸了，我讲蛮好啊。你讲，你不是那个亲生爷对你这样好，还不错的。哎呦，搿些辰光我妈妈的朋友，我说姥姥，妈侬不要瞎讲。哦。搿个辰光我又是晴天霹雳了，震惊。从衡山路南回到屋里向呢，我也根本，我到现在就是讲，搿两天来回忆，我也想不出哪能回到屋里。回到屋里，我撇开进去就门旁，我妈，我讲也是我夫是爸爸养的，哦哟，跟我爸爸就紧张了，马上立起身来就外头哒哒哒就出去了，晚些点就吃得酩酊大醉回来了。后来我妈呢，大概中了半夜里光景。就端了一只小凳子，搭我了弄堂的里向就搭我讲，你讲的确呢，伊讲我话儿子呢上13了，你呢就是讲，养下来第一天呢，你就没养了，那么我到外婆领了来，那么你讲为啥不大难讲呢？因为现在搿个爸爸呢，当初呢就是讲是搭妈结婚的辰光呢。跑了之后，辣婚礼上向就讲搿个小囡是我养的，所以我听了搿个闲话以后呢，我突然之间人成长了，好像突然之间长大了。那么过去呢，家庭条件呢是非常好的，但是现在呢就是讲，慢慢叫爸爸妈生毛病了，小囡呢10年当中再养了6个，连我才7个，我是拉倒。那么家境呢，就一年复如一年，一年复如一年。那么我是辣想，我是屋里向的老大，是吧？那么搿个爸爸对我这样好，我不是亲生养，但是你对我的自家亲生一丝丝养，我有百里的恩，是吗？要挑起家庭的重担。重担。那么搿些辰光呢，你讲一个11、12岁的小囡，你能做啥呢？是的。那么促使我。出去学平台是有一桩事体呢，我真的深刻难忘的。我辣12岁的辰光，爸爸没开得困到床上，妈呢还生病困到床上。叫啥夜里向的夜饭面没了。夜饭面没呢，爸爸就脱我一件养妈的衣裳。你讲阿来啊，今朝爸爸爬不起来，你去打一打吧，夜饭面没了。那么我就拿这件衣裳就出去，因为弄堂隔壁呢就在江鱼店旁边有个店档，我拿这件衣裳为热的，走到马路浪向呢正好碰上我爸爸这个店里向的党委书记。当这个事情我到现在晓得叫陈三阳。你讲阿来侬做啥？我讲今朝爸爸妈妈侪辣生毛病，我去打件衣裳。哇！伊马上就搀着我回去。伊讲，那爸爸就是搿能一个人，不肯到组长上讲。其实阿拉组长上可以帮助你的。所以从搿个开始呢，就是单位里向就把阿拉屋里向就是长期补助了。但是搿个一桩事体呢，就是促使我就是一定要下决心，我要出去了。该请屋里。我一定要替爸爸妈妈2个病人呢挑战一个重担。葛么，所以我下定决心。葛么，我讲妈，我13岁就毕业了，我跟娘就出去闯平台。葛么，你教教我，因为妈爸爸呢，2家都是林文军先生的学生子，里头2家都是师兄妹，就是里头是偏远了。所以我妈因为3人多嘛，就分出来读书。葛么就妈就教我，第一只开篇呢，就是李的《梨花落》。寻偷。寻偷。葛么这样讲起来。一曲寻偷，乃是经常是40多年。可能今朝也能够为你观众朋友们表演一下。那么我为了对妈妈表示一种赞许，我唱一段寻偷。此语郎君分别，不胜难。
你对那个宝宝感情是肯定非常深的。是出来平常对我个人呢，我印象深刻就讲，每次我辣上海演出辰光，李总管辣等我啊，因为你个屋里呢大门口上头一只亭子间，就讲那大门口进来看得见亭子间个门了。等到我演出回来再晚，我踏进大门，总该看见一粒红的香烟团。很多宝宝，爸爸是辣海等呢，所以你对宝宝的种刚起个种呢，我就是蛮难过。那么我呢，当然对爸爸还是想报答你的，因为我总归觉得你对我蛮好，但是有桩事也蛮遗憾，因为我人生第一次搭你发个脾气，就是我辣自家的工作个像侬18块辰光，我在每个号头只2块赚起来，我用12块几一斤的绒线，1斤半，这里接了一件羊毛衫，接了一件羊毛衫，我非常开心。等到隔了半年，我回去一件羊毛衫又没了。我讲爸爸，侬这羊毛衫呢？就讲，卖脱了。我就发火了，我讲，侬晓得我接了几个号头啊？我讲。我自家不舍得吃，从今以后呢，我也没得你讲过去个桩事体，你呢也没得我提过个桩事体，但是蛮奇怪的，就到那里有一天，你夜里跟我讲，阿来啊，侬不要一直为这个件羊毛衫难过哦，伊讲我不是当时辰光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当介许多人要吃个呀。不晓得讲出搿个闲话以后，第2天呢，我人辣杭州，我第2天追到杭州，爸爸第2天的夜里就过世了，就是突然之间就是脑溢血过世了。所以呢，我今朝提搿桩事体呢，就讲还是我非常感激我的养母，我爸爸，你当我亲生爷一样，非常感激伊。搿个也是一种，就是我觉着人世间非常难得的一种亲情。是的，沈老师，假使哪个宝宝在天有灵，你还有啥闲话对你讲？没啥讲，但是我想让我爸爸顶欢喜听我唱一首，就是《心莫来时》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有请沈老师为你大家演唱《心莫来时》。
河水。其他人君还同饮一日雨在不计将军死与郎。
你当你把感情是干哈？那么你当你妈感情一定是更加深。这当然了。为啥呢？因为我想着你不容易，你廿岁，是吧？就带着我，是吧？那么当初来讲呢，假说妈的条件再加一个条件还要好点的人，我想还是有的。但是妈现实的呢，就是讲，因为你的外婆认为啥人对我好，你都就是搿种我妈的最好家就现实。对的。到后来就是讲养了7个子女以后，是吧？啥个苦，你从没结过苦。我这妈把我蛮苦劲的一点就是讲，我屋里向顶3个兄弟，当初了北京有一个将军人家，就讲侬可以去送拨人家。你讲我一哭，死也死了一道，就紧紧的拿7个子女就拉到自家身边，拉差大的。那个小辰光呢，屋里向困难，我呢就是帮屋里向加挣50块洋钿。假设50块钿，我每个月要还的啦。每个月还嘛，那么就探亲假，本来我可以一趟探亲假一趟回来，结果呢，我因为没钞票回来嘛，我就有1年呢，就1年半没回去。没回去，我就乘个排车呢，就1块7块钿，但是坐11个钟头了。那么导致屋里向嘛蛮辛苦的。那么后面呢，大家开开心心。等到我临走的辰光呢，妈吃子点老早就讲我里讲，你现在还在啊，屋里也反正1年半也没回来。那么我就心里也难过了。我讲妈，也不是我要可能，我讲我还有50块钿债我不回闲话，我哪能走来呢？我讲我真的是没钞票回来。那么讲完嘛，我就鼻头一蒙就哭了。等一歇呢，我就看见妈人走脱了。走脱以后呢，大概过了10几分钟嘛回来了。伊看见我困了海，我其实是嘎脏的，困了海以后嘛，妈就拿5块洋钿塞了我衬衣袋里，让我面孔上想了一下。我折过头去，我翻了一个身，你啊这当发个，我就看见里插着一双脚，扎了一双带啊，外头是那个个斗塞了。不能嘛。听说那个妈最后是过世了，那个新房子里的。那么这个辰光，你打算没过离吗？这个呢是的，当初我过离是有的。那么如果讲我自作主张呢，娘准备过了屋里闲话，对我爱人也是一种不尊重。那么我就打着电话问你，我就讲妈看上去要过世了，我得了。那么这个你看呢？你讲送死不送生啊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老人在家里那个是没有关系的。那么我再打着电话给儿子，我讲阿婆可能就是讲将来要老了屋里，侬有啥想法吧？你讲妈妈，阿婆从小领导我，恩德报也来不及报，侬搿种会考虑做啥呢？侬还能会得来问我呢？搿是你应该做的事体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呢，搿个才是屋里向人的支持。那么弟弟妹妹呢，你都晓得我一片心了啊。那么大家就讲，那么就发送妈进医院。我们呢，就是觉得妈能够搿能安详的走呢，我也是一种安慰，是吧？所以我想没啥遗憾了。沈老师，我觉得你是一个监狱蛮传统的，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。搿倒是，你因为说传统书啊，搿书里向就交关教育，对啦。除脱我刚刚讲的八传小为先啊，那么你像珍珠塔里向嘛，方清也天下寻娘啊，为子娘发现到下落啊，当张婆娘死呀，姑要翻做在，刚子嘛翻着也天下去寻娘子。所以你受的教育就是书里向就说个忠孝节义，现实还是非常重要一个内容。你刚正讲到书里向的方清，你像大小子啊，是呀，可是那是珍珠塔的，唱起来一定特别有感触。搿倒是。还能请你表演一下。那么今朝我学唱一首先生陈秀的《天下寻娘》。哈，他是一位红姑一位听，不知亲娘因一生。身是黑，想我是供奉许久难有。
那我的亲娘她上了的坟。后来仇人向阳楼加黑儿红翅把娘心。身如冰，一岁身说要来情日生。咋来的？他一月不开心都气，欲问娘娘亲君。放心想得给他们想坑啊！这桩事体。一步一挂奴才发汗，愤怒我私心，记得红路太平长。不是奴才欺瞒我，不是公民对我生。放心想，倘是我娘身遭不测，我姑也别做证，我的婚还别完整。为呀，做什么官，行什么恩，积什么宗，为什么婚？那不是寡妇归隐放娘亲。想得给他们遇动几杯水里香，一动醉得别家生病，遇动几杯水中拿。作业别亲真。陈老师，听说你今年才得过一场大毛病，看哈打没几户辰光，你随他不进去验出着。那么我来想，你这个辰光，侬自家的生命看得比名利为一轻吗？我来想啊，这对名利这个事啦，我有我自家的想法的。有种人认为，哎呦，名利两个字不能提，我不是这样认为。正当的名利是应该有的，但是我呢，就是讲到北京去演出这个呢，我已经不认得名利这个两个字了，因为你要想呢，就讲我这个是上海，医生讲只有3个到6个可以活，那么就是讲当你听见自家的生命是用数字来判定的辰光了，你个想法一定是与众不同了。你因为进行一番深刻的思考，到北京去这个一场演出了，就是讲我是认为，因为北京是难得有机会去的，难得有一场这样一个重要的演出，那么能争取去就去。而且我内心里有一种想法，就是讲，也许这个是我最后一次登上舞台了，是吧？让我到北京音乐厅演上，是吧？我争取去。实际上，我后来反思反想了，我非常感激2个人，一个是就是陈伟伯老师，一个是李亚芳老师。李到2家头到医院来看我的辰光，李到问医生，医生讲可以去的。其实李到当时完全可以回头我的，再第2人去的，和邵开生老师合作，对吧？但是李到分实了。李都讲，医生讲你可以去啊，你坚持去。实际上些搿个辰光是拨我一种鼓舞。自家李都搭跟我讲，你不能去了，我自家会得退下来，我大概不来噻。还因为李都常鼓励我坚持锻炼，那人慢慢叫精神起来了，精神上没垮下来。石老师，看到你今朝这样开朗的样子，真的想不到你有这样一段开阔的经历。那么我想，你当那个6个兄弟妹妹，感情是非常好。那么我想，那个儿子，那个孙女，那个外甥女，肯定对你十分信任的。是的呀，中国德国中头得头。沈老师，你夫妻真好。留下来呢，你来听听沈老师的亲属，你都是哪哈讲的？今朝在座的呢，侪是沈英老师的家属。接下来请到自家介绍一下吧。我是沈英啊，阿妹啊。那么阿拉妈呢养了7个小人，我妈也是停的。
那么你呢，阿是第六妹妹。哎，那么那个呢是我的囡恩，我们是第六个。听说你当年的家境不大好。是。阿拉妈呢，也是个知识的女性，还受过一定的教育的。那么7个小人生下来呢，肯定是经济高头呢受到一定的影响的。那么我想请多谈谈，到大陈老师之间各种亲历。我记得小的辰光，我阿姐大概我辣辣14、15岁的辰光，阿拉姐有一年，伊就是讲，伊讲回来了。当辰光因为伊回来有种不是1年回来一趟，2年回来一趟，阿拉勿容易，阿拉就老想伊个。那么伊讲要回来了以后呢，那个辰光呢，就伊花钞票是夜里向到上海个，10点钟快到上海个。那么阿拉搿个辰光就姐妹淘，介许多姐妹淘，就会得夜饭也勿吃，就能介等伊，等到伊啥辰光回来，大家再吃夜饭。等伊回来的是真的，搿个心情是相当两样，就讲老激动，老激动，就是几乎要哭出来了，就讲大家。然后呢，那么等到要跑的辰光，阿拉又勿舍得伊。当要走的辰光对伐？伊也是准备是5、6点钟快搿辰光要走了，夜到对伐？5、6点钟快要走了。哎呦，阿拉搿姐妹淘，简直就是讲心里想在阿拉喊就喊话没了，就搿个辰光，阿拉伊要去个前头对伐？就讲每年。对个，伊要去个前头对伐？1个钟头，哎呦，阿拉大家心里想老难，就搿点姐妹淘就会得寻辣海房间里没声音。实际上搿个没声音呢，就是讲大家心里想侪辣辣落眼泪，是，侪辣辣落眼泪，是老难过，因为为啥头呢？介许多姐妹淘，侪辣辣爷娘身边，葛么就是伊一家头。就为了屋里向付出，伊一家头会得就往外头跑，而且当时我记得老清爽了，阿拉阿姐就为了要避免屋里向对伊搿种就讲那就讲好像老肉麻啊，勿舍得搿种感觉对伐？伊就得咬了头皮对伐？伊拿起椅子皮包就一家头哦，阿拉帮伊拿要送衣服阿拉送，伊讲我自家走，我看㑚侪小了，㑚侪勿要动。伊讲㑚好好教，等辣屋里向好教学习，好照顾好妈爸爸。就讲拿起椅子皮包，就讲妈我走了，爸爸我走了，那身体当心哦，10来杯就往舞梯下头就跑脱了。搿个辰光，其实阿拉姐妹淘就大哭，在等屋里向就大哭，大家。当初伊走的辰光，因为实在太肉麻了，阿拉心里向老难过的。不过就是讲小辰光呢，就讲勿能用语言表达，好像心里老明白的。但是搿份感情马上在心里向侪老清楚的。就晓得阿姐，当初阿姐头回头的辰光，一回头的辰光，我晓得已经伊也辣眼落眼泪。大家侪想，就是讲依依不舍，就是搿种感觉，就是依依不舍。所以我才回想起来，对勿啦？我在心里也老难过的，因为搿个一幕太清爽了。你是陈老师跟外甥女？是的。那么你觉得哪个大姨妈对你我大姨妈其实对我非常非常的好。从我懂事开始，外婆就经常跟我说，她说我大姨妈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女儿，然后她也是一个很好的兄长，所以我从心底里面非常非常敬佩我的姨妈。从很早之前我就一直觉得，我的大姨妈就是我像我妈妈一样的。那我如果说工作了有能力的，我也会照顾我的大姨妈，因为我的哥哥现在在国外，他身边也没有小孩，对，他身边也没有小孩，所以我觉得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，比如说好事啊，或者是以后年纪大了呀，怎么了，我觉得我都是会付出100%的力量，然后来帮助我的大姨妈，然后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她好的。因为陈英老师对父母非常的信任，所以一个下一代还以陈英老师为榜样。十个子长大之余啦，一定会得信任陈英老师的，这是幸福快乐的大家庭。本当中深深的情感所感动。你晓得陈老师啊，京戏唱得特别好。接下来呢，就请陈老师为大家唱一段《登山会》。落
夜夜火腾腾，安眠安无语，熬一思丧，家传满腹的怨恨，我想谁言的？我好比爱长空远，我好比荣有在天沙滩，我好比鱼儿吞了狗血，我好比波浪中始作的舟船思来想去，我的丈长听了侬讲这个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真是非常感动人啊！那节目最后，侬还有啥闲话想对我们观众朋友讲伐？我觉得有几句闲话蛮好的。啊，也欣赏人家的长处。啊，也宽容别人的斗志。也坚持别人的好处，也分担实在的难处。哎，那么你这个平常人，应该有一颗平常的心，这样一来呢，就会得健康、快乐、长寿啊！对，说得真好。沈老师，祝你身体健康，谢谢。继续为平台事业做出你的贡献。谢谢，谢谢。范老师啊，你一个饭食平台播放了几集啊？受到了广大平台爱好者的欢迎。你都讲啊，这些平台来自版的故事，你都从来没听见些过。跟你今朝准备讲录一位来自版故事给你听呢？今朝，你来讲平台讲私定制的故事。私定制啊？哎，啥个叫私定制呢？实际上讲，是指你平台讲四位大家。哦，你都就像四根定制。基础上去弄你平台这种艺术的功底。
那么从你平台有文字记载到现在400多年历史当中了，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私定是4位大家。哦，再者，这个清朝乾隆年间，与沈马玉禄4位大家。沈马玉禄，这沈玉琪，马昌白，余水山，陆世珍。哦，这讲4个人。那么后来呢，到了光绪年间，也有4大家。哦，叫母爷神王。母爷神王。对啊，就是母子妃。啊，跟我晓得。姚是长。首相最嘛。哦。王十岁。哦。那么今朝呢？你要讲的4大家呢，是金桂亭、张云亭、支友亭为杨小亭4大家。哦，原来是啊。哎，你之前讲的来前辈啊，名字当中不定的。现在这4个人啊，名字当中侪有一个定字，但是名副其实的4定制呢。一来是契合啊，艺人之间呢，要真的真称为我们平台高的定制啊，有几个条件。哪几个条件呢？首先呢，要艺术高超，成为一代宗师。第二，立多个艺术推动了我们平台艺术历史的发展。第三呀，要培养出色的这辈人，后继有神。要称得4定制，真不容易的。当然。那么原来是啊，今朝你介绍哪一个定呢？今朝你来介绍一位叫金桂亭。金桂亭啊，名字都好听的，不过这个人都没上过。没上过，非要讲你没上。电视机门前的老听众作兴还没上。但是各位先生，到了上个世纪初，不得了不得闻名平台大家。真的啊？当时我声称叫大小于智。大小于智，啥叫说大小于智呢？说的大事说得好啊，小事说得妙。大事金代如，小事呢落金手。哦，大事小事侪说得好的。对，可是不容易的。是啊，而且呢，如果说到了一个艺术的来源啊，做起来更加不可思议。那各位金老先生，不是苏州人，不是苏州人，上上话，也不是浙江人。上上户人呢？安徽人，安徽人哈，安徽人嘛，那是你苏州平台的呢。这个你会再说到了这5岁的乡，那个阿爹呢叫金大祥，原本啊是个安徽硕士女人，是安徽市金代入的，但是呀有一身武艺，武功还高，本领高强，所以呢。当时清朝辰光的大人李鸿章，我就找到军队里向呢，做了一位清兵。因为有本领，屡建功勋嘛，升到是7品武将。可是本事还得不得了个。那么后来到了我们苏州啊，就在苏州地方上留下来升职。那么安定下来之后呢，就那个安徽市啊，金代就整理出来，受不了一个儿子。还是金桂亭的父亲叫金友祥。那么金友祥呢，再受不了金桂亭。所以可以讲，我们平台的金代族啊，金刚是开山别走。因为你啊，把了我们当时辰光平台当中的名家钱玉清。那么钱玉清呢，是首相最一个学生子。说学在场，样样在线。尤其这3爷啊，带到了飞得起。干啥哈？那么等于金桂亭啊，是祖父的父亲，为了一个先生，3位老师搞了一个子。可是营养还得不得了哇！那么你再用功刻苦专业，自认一派，再又成为了我们平台讲私定之之一。那么老先生的艺术特点是啥呢？各位老先生特点啊，第一。你个武当时特别好武当时哈，因为你做武上才会武功的，所以你首先人受到了很好的训练，所以对武术当中你也懂，这个你了解个呀。所以你说到武当时，总比别人家什么身份，对个，讲个道理比别人家清爽，思路明白，而且当时光里头真正的武术家。到市场里去听那个诗啊，在当里像真的为的武术一样。真的啊！这个身临其境，但是比武上一样。可是一定好听的。是吧？你最手上录一位诗呢？在手上呢，就是金代书里向金代当鲨鱼这个一头诗。而且是对金代当鲨鱼头上像顶头盔了。你要说1个星期的诗啊，当一个头盔17天，这行是太美的呀。
这个不是五世人士了啊，一种土地大师，没唱高一头唱，你不是个，哦，不是个，你是靠真理的语言，而是个噱头，这个甚至欧巴郎向你那一回看一回，一回进一回，这个当时我让收嘴的舌头诗了，说到金代当杀鱼。半个收最神的老百姓谁要去听这个诗歌？真的啊！就当时光真称的一位叫金布神，金布神哎，大小玉子，金龟顶。失血得产积极心，今得识得少有担，也轻打手举不受神，真的不容易噶。是哇，这里读书说的咋样还没写诗呢？写诗也说得呱呱叫。哇，还个。那么刘青啊，你晓得吧？一般你平台医院了，是凭我得是台词的了，不抽行当。是个呀。读书归读书，写诗归写诗。哎，南北中外师嘛，大家抽行当。这是不想想。对个。但是各位老先生，读书好，写诗说的在啊。哦，还个。儒家啥起的灵光。哦。因为刚刚我说那个先生陈玉清，言之飞得起，三代加上鲁德文。哎。那比方说，你说罗金寿当中，有一位是叫唐刘香味，唐刘香味里向有三个女角色，对个，一个16岁的阿弟红玉，还有一个呢16、17岁写叫陆青云，对个，再一个南北女长读书人周玉文，从当时上京来看了，三个年纪差不多够样，那一般医院要分当出来蛮烦难，蛮难个呀，各位金桂林先生，说到个廊下，你用不着开口的，叫他一个两相。一个眼神，被人家就晓得哦，罗里假设要开口要讲油的，谁了害了，家别进了，本事大高，这个还本事，啊，是学生啊哩，学生子啊，说文事业，随机生，那个学生子说出来就赫赫有名。啥人啊？上个世纪30年代，你平台高当中三大商党，啥人呢？三大商党当中有一党叫蒋之党的尚书，名望蓬蓬，蒋氏丁。是李学生啊，明白了。这个就是大小有之金桂林老先生故事。原来是啊，我今朝总算晓得了一位来先生的故事了。那么下周你准备介绍录一位来人给你听呢？会记啊，我们就来讲翡翠玉心灵张云林那个阿哥。好嘅。那么你下周再会。深深为